西边60年第6節安樣講設家啲，單強春前上帝設家得到偏前，設家得到強，單強春前上帝設家得到和平，因為到設家嘅盼望長期嘅來嘅。嗱，兄弟姊妹係講三輩呢行到，遲到要交通，遲到要冇辦法，遲到要軟弱，你來到上帝嘅面前，佢本是家庭嘅心。詩篇60年第7節安樣講設家啲，因為佢設家嘅磐石都講到強嘅，像啲大石樣嘅強嘅係咪呐？mà cái phong dũng都吹佢五袖，mà cái咧海湧都急佢五袖，因為到佢強，設家嘅上帝就係強嘅上帝，佢都係設家嘅磐石，設家嘅得救都係長期計來嘅，佢都係設家嘅相報。嗱，兄弟姊妹係講你人上帝設家嘅救主，設家嘅上帝，佢設家嘅磐石，佢設家嘅相報。佢設家嘅拯救，設家唔為交通，設家唔為軟弱，因為設家聽到強嘅主，這樣嘅設家係聽呢個上帝，強嘅上帝，磐石嘅上帝，就係基督上帝祝福大家，阿門。